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Dr. Raymond Wong 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透視 SDG。咁點解我今日做咗動作咧 ？SDG 咧嗱，因為呢一個有關係嘅同呢個號碼15號嘅號碼咧，就係呢一個 Life on Land。咁啊 Life on Land 顧名思義咧，物種嘅多樣性咧，其實喺地球入邊已經存在好耐㗎啦。咁啊，亦都係希望大家咧喺呢一方面咧關注一下呢啲嘅動物啊呢啲等等。咁喺呢一個咧 Life on Land 咧係一個頭先我講 Life on Land 啊。呢個特登呢個動作其實咧就係講緊其實一條線性咧，好多歷史喺入邊嘅嗱，咁亦都好多動物嘅歷史喺入邊啦。咁唔同嘅動物其實影響緊嘅，其實好似對我哋好似冇乜影響啊，係咪？大家講啲動物品物種，咁佢存唔存在對我有乜嘢影響啊？有嘅喎，點解啊？原來喺成個生物鏈入邊咧，食物鏈咧一路影響，最終係咩啊？人係其中一 part 嚟嘅。其實受害者可能最終咧，亦都會係人類嘅。點解咧？舉個例啦，而家你話如果係破壞咗生物環境，咁然後咧其中一個物種咧就會少咗，產生繼而代之咧，可能本身佢嘅上游咧一個食物鏈入邊咧，佢就會越嚟越產生多啦。咁最後咧可能係破壞咗另外一啲嘅食物鏈嘅層數，而導致咧就缺乏咗噶啦。咁變咗我哋咧對於最終咧人類想食嘅食物咧，其實越嚟越減少。咁所以鼓勵多啲咧，第一啦，即係從可以係喺素食啦，其中一個啦，減少浪費食物係其中一種啦，係咪啊？咁啊，第三個就係唔好係殺害一啲嘅瀕臨絕種嘅動物啦，或者嘅稀有動物啦，呢啲咧都好重要嘅。咁除咗動物之外咧，其實喺植物方面都係嘅。咁所以去到郊野公園啊，或者去出外旅行啊，去地方嘅時候，見到啲得意嘅記得有一句説話咩？路邊野花不要採啊！咁啊，即係話有一啲嘅你採過可能原來係一個稀有嘅品種嚟嘅，你破壞咗佢，咁喺你一時嘅開心，但係就破壞咗一個物種，咁變咗佢哋消失咗喺世上，咁就好弊啦。嗱，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哋嚟緊咧都會同一位嘉賓同大家分享下喺呢一方面嘅佢哋經驗啦，同埋啟發，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咁啊，亦都可以希望咧而家收聽緊睇緊嘅一啲嘅同學仔啦、家長們啦，都可以同屋企嘅小朋友大家分享下如何可以係做多少少嘅嘢保護地球。一陣見。Hello， 大家好，又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呢個節目內容啦。咁咧今日講緊嘅呢個係15號嘅 number 啦，陸地嘅生態。OK， 咁啊好高興咧，又邀請到我哋今日呢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咁咧就係鄧飛鄧議員咧，就係立法局議員同埋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嘅副會長。係你好，你好，係鄧議員你好。咁咧就好高興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咧傾到呢一個嘅話題啊。咁啊呢一個 Life on Land 啦，我哋俗稱下。咁咧就其實影響緊好多嘅一啲嘅生態。隨之而咧，亦都會影響緊一啲人類嘅行為嘅。咁我想問下鄧議員啦，咁其實咧，如果係你點睇咧呢一個嘅生態系統咧，其實對香港人嘅貢獻同埋影響咧？嗱，其實咧就始終香港係一個大城市，咁啊即係鄉郊地方唔係冇，咁但係你最多係放假去咁啫。咁所以咧，可能對於好多香港人咧，或者係啲即係學生嚟講咧，對於生態系統嘅理解咧，都多數都係個課本上嘅理解，佢就未必有一個好親身嘅好直接嘅接觸嚇。咁如果你一個石屎森林裏邊嘅生態系統咧，就變咗係好寡啦，根本都唔係自然環境。咁所以咧就其實咧就而家我哋就覺得係要透過即係大學生去多啲郊野地方，無論濕地公園又好，定還是乜嘢都好啦。你就算翻內地去考察都好啦，都唔係淨係去城市嘅，都盡量去啲鄉郊地方、自然嘅環境裏邊咧，就等佢真係親身感受下乜嘢叫生態系統，乜嘢叫生境，係咪？去了解多啲動植物嘅嗰個生存嘅狀況、發展嘅狀況，咁希望能夠喚醒即係啲學生啊、青少年人啊，對於即係生命嘅尊重，係咪？即係你整個環境，你歸根結底都係為咗人類、動物、植物有一個即係生存嘅空間喺度咯。咁呢方面就其實係學校啊、教界做嘅工作比較多啲，所以亦都需要一啲專業嘅環保團體嘅支持。係啊，呢個好重要嘅。咁所以我都知道咧，其實呢幾年咧都好多學校咧都進行緊即係一啲嘅喺學校校園入邊咧做一啲嘅綠化或者係叫園藝啊等等嘅喎，可唔可以分享下呢？唔係話養魚啊，或者係做一啲嘅小嘅植物嘅種植咁簡單㗎啦，佢而係將呢啲創新科技嘢都結合埋去，即係可能用人工智能，即當然好簡單嘅人工智能啦，裝晒啲 sensor，去監控緊一個生境，無論一個水上嘅生境啦，定還是喺陸地嘅生境咧，佢個變化。
所有變化嘅數據，所有一個嘅環境科學嘅數據，佢都 keep 低晒。咁然後咧就話用 coding 嘅辦法或者用人工智能嘅辦法咧，揾出佢嘅規律，係監控住整個植物或者魚類啊，即通常都係魚類嘅，即係養貓養狗少啲咁咧就個變化，咁令到學生咧就即係喺一個好有限嘅石屎森林空間裏邊咧，都創造一個自然嘅生境，從而令到佢有一個好直觀嘅體驗同埋接觸。非常好啊！呢樣嘢，咁其實延伸落去會唔會就喺學校度咧，可以俾到一啲我想像下啦嚇。咁原來咧就成個系統咧，生態系統咧濃縮咗喺學校，咁然後咧就等啲學生咧就可以去發掘一下。咁同一時間會唔會係可以俾佢哋裝備一下未來嘅就業嘅機會咧？因為佢可能佢呢刻已經係原來對呢樣嘢產生興趣，又加埋頭先講一啲物聯網啊、啲 IoT 啊、AI 啊、啲人工智能啊，咦咁我可能佢會發現到另外一啲新嘅一啲嘅方案，然後解決啊嗰啲個頭先講嘅可能農業啊、生態啊，或者係陸地或者水下邊嘅，冇錯，都會可能有嘅喎。有嗱，咁呢個咧就其實好講個學校嘅嗰個 career master， 即係嗰個負責做升學擇業嘅嗰個主任，通常都係一個主任嘅。佢就即係有冇呢個 sense 啦？係啊，咁其實咧最近立法會亦都通過一條條例，即係同嗰個即係同環保認可嘅環境保護嘅一啲嘅專業嘅協會專業嘅學會就通過一條咁嘅條例嘅，咁就將所有同環境教育或者同環境保護相關嘅專業人士，佢而家 join 成咗個考試咁條例咧，即係希望係鼓勵更加多青年人咧去入行。入一啲同環境科學有關嘅行業同埋專業資格考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係學校嘅升學擇業嘅或者係叫做生涯規劃嘅主任咧，佢能夠將學校做呢啲咁嘅環境教育嘅咁生動嘅環境教育嘅知識內容，再同學生佢個即係擇業嘅取向咧能夠掛鈎到連結。咁掛鈎嘅話咧就哇，呢個真係相得益彰啦。係啊，即係學生唔單止話出於一個課外興趣咁嚟去了解環境教育，而且佢可以諗埋，哇！我將來可以做即係某個行業，某個甚至攞專業資格㗎嘛。係啦，呢個園藝師又好，或者點都好，都可以做嘅。好似我哋公司入邊就有園藝師啦，啲園藝師就好專業嘅，要考好多啲試啊，同埋符合翻啲國際嘅認可啊，咁樣去標準。所以如果佢從小係已經培養到咧，咁嗰個多元化咧，嗰個學科會更好啦。因為我覺得咧，而家現時未來嘅人才嘅需求咧，唔係單係你讀一科嘅。點解咧？好似我哋公司咁為例，其實本身你每一個部門都要派一啲代表出嚟咧，去做成立呢一個 ESG 委員會。咁變相你可能你讀財務又好啦，你讀呢個 marketing 又好啦，其實你都要需要唔多唔少啊，都要識得 ESG 或 SDG，然後帶落去嗰個工作㗎。咁如果未來咧，其實如果係學校可以從邊一個方向入邊咧着手咧，會唔會有咁嘅機會？日後真係可能會有啲咁多元化嘅跨學科嘅科目，即係好似大學咁，然後延伸咗落中學或者甚至乎小學㗎會。其實可以嘅，完全可以做得到嘅。因為嗱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同一個環境教育甚至乎地球科學相關嘅啲專業資格，其實可以將因為好多㗎嘛，其實係理論上你而家就算係一啲嘅工程師、建築工程師都相關㗎嘛，都已經有咗好多 ESG 啊或者係可持續發展嘅概念都擠咗入去，喺佢個專業嘅無論係專業嘅培訓嘅內容又好，都不斷有啊嘛。咁其實呢啲咁樣嘅不同嘅專業資格咧，其實可以比較 systematic 咁樣同學校去介紹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對於學校嚟講，可能佢除咗園藝師，佢諗唔到其他啦。佢園藝師完全諗唔到其他嘢，諗唔到香港唔會種嘢啊嘛。咁園藝師亦都唔係僅僅你種嘢咁簡單㗎嘛。咁嘅話咧就第一係可以好系統咁，即係比如你有啲咁樣嘅信息嘅平台，有個網頁咁，可以好系統介紹嘅。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嘅話咧就係交翻俾學校，學校咧喺設計自己嘅，比如一啲校本嘅課程，校本一啲同環保相關課程嘅時候咧，佢亦都可以同呢啲未來學生嘅升學擇業嘅前景咧，亦都可以掛鈎。咁兩樣結合咧，就其實最主要就係俾多啲呢方面嘅信息俾我哋嘅學生。俾多啲去咁佢就會識揀噶啦。而且仲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咧，而家新一代嘅青少年人咧，佢幾乎係點講咧？即係
天然嘅與生俱來，佢就係一個環保嘅支持者嚟嘅。係啊，好佢冇任何嘅包袱嘅。係啊，咁所以咧，而家問題就話點樣將佢呢個對環保嘅支持咧，第一做得更加專業。係啦，又可能甚至乎興趣嘅習慣變成專業啦，變成專業係啦，興趣習慣變成專業係啦。咁啊，我如果聽落去咧，其實咧配合翻我哋本身愛回收慈善基金咧，又係本身阿鄧議員又係我哋嘅顧問啦。其實我哋咧都本身有一個咧叫做 ESG 嘅俱樂部 ESG Club。咁咧其實未來咧都會係多啲咧係同呢個學界啦做一啲合作啦，做一啲教育嘅啦。因為我哋會推廣 ESG 教育嘅，本身都會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咁去推動呢個 ESG 教育，等業界咧更多係一啲嘅而家前瞻性嘅一啲技術咧，可以帶到入學校，等啲學生咧原來知道業界係做緊呢一啲嘢噶啦，咁原來可以透過學生佢哋嘅創意思維同埋一啲佢哋而家有嘅具備一啲技能咧，可以配合到，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鄧議員講，喂，可以第時將你個習慣興趣變成一個專業，哇！將來成我哋嘅香港社會咧，就更加會做得更好。冇錯，係嘛 ？OK，very good 啦。咁好多謝晒阿鄧議員今日啦，即係今日同大家分享，希望日後再同大家見面。OK，拜拜。